今年7月份，大家会拜好兄弟，台北市立动物园逐年拢会伫中元节附近，伫内部举办动物的慰灵节，追思伫动物园过往的动物。今年园方头家甲慰灵节对外设计一个区域，互民众会当留下少年一寡过往的动物。去年底，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型团因为脑部病变过往。今年7月份，马来密密克也因为肺部疾病离开世间。这两只动物名册过身，拢引起大众关注。为20开始，民众会当伫动物园的这搭留下少年过身的动物。提到明星物种，很多喜欢它的民众会非常的有感。那像我个人是两爬的爱好者，我对蛇和蛙类非常的喜欢，可是就会发现说，台湾人对生命的态度往往是有选择性的。你可以针对你喜欢的动物留下你对它的想法，你也可以看看其他人对不同物种的想法。台北市立动物园逐年拢会伫中元节附近，伫内部举办动物慰灵节活动，透过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这寡信仰的仪式，互动物园的员工追思过身去的动物。今年头家对外，园方表示，动物园除了长期关心动物保育，也望透过追思，大家会当了解无共的动物，拢有共款的生命价值。应该是的啦，因为伊爱了解讲，不管是动物还是人，拢是有一个生命嘛。较大的像迄较高校的较有感觉，能够有所去思考所谓生命的议题，还有就是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中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对动物的福祉有一个完善的照顾？动物园已经伫园区内的生命纪念碑头前放几落个动物形影的牌仔，但是并无说明到底是倒一种动物。园方讲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，所以这个牌仔到底是啥物动物，也就唔是重点啊。记者郭伟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